启示录第1章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麒麟，并那诚实作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。阿们。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迦摩、推雅推拉、撒狄、非拉铁非、老底嘉那7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，就看见7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7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，7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启示录第2章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7星，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
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10日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2刃利剑的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。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并赐给他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认识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，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
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，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，制服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启示录第3章。启示录第3章，你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天使说：第3章第1节，你著写批予伫撒狄的教会的使者，讲有上帝的7个。第3章，寄信給撒狄。你要寫啟示錄第1章第1節，耶穌基督的啟示，就是上帝所予伊，乃只是伊才會落幕的，就是要緊緊成的事。伊就託伊的天使去指點伊的奴僕約翰。約翰就是將上帝的道甲耶穌基督的見證，既然伊所有看見的來做見證。凡若讀甲聽遐參語來守其中所記載的，有福氣。因為日期近啦，約翰寄批予亞西亞7個教會，願恁得到穩定平安。對迄個現在佇地、早佇地、將來也佇地的，以及對伊做為前7個神，佮對耶穌基督就是忠信的見證，死人中頭一個活的，對上這個王的主宰。伊聽咱，用伊的血討幫咱脫離咱的罪，予咱做國。做伊的爸上帝的祭司，願榮光權能歸佇伊到代代。阿們。伊坐份來，眾目睭要看見伊，連插伊的人也要看見伊，地上的族攏要為着伊來提靠，實在是安尼。阿們。主上帝講：我是阿利法，閣是俄米加，現在佇地，早佇地。將來佇地的，是全能的。我約翰就是恁的兄弟，三甲有份佇耶穌的患難，甲伊的國，甲伊的吞忍的，為着上帝的道，甲耶穌的見證，
捌踮伫一个海市，名叫拔摩。第10节，伫主的日，我互神感动，听见伫我的后面有大声亲像号头，讲：你所看见的，就写伫册里，寄互迄7个教会，就是以弗所、士米那、伯加摩、崔雅、崔拉、撒狄、腓立铁非、老底嘉。我就活转身，爱看甲我讲话的声，已经活转，就看见7支的金灯台，灯台中有亲像人子的，身躯穿长衫，胸坎下金带，伊的头壳甲头毛拢白，亲像白的棉，亲像雪。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的脚亲像光亮的铜，亲像过火炉串炼的，声亲像淩淩潮水的声。伫伊的正手有7粒星，对伊的喙吐出双面内的剑，伊的面貌亲像炎日射出光。我看见伊，就趴伫伊的骹前，亲像死。伊用正手喊我，讲：无得惊，我是起头的，甲煞尾的，也是活的。我捌死，呾你看，我是活到代代，阁有死无甲阴府的锁匙。所以你着将所看见的，以及现今所有的，甲后来要食的事，写伊。第20节，你所看见，我正手顶7粒星的奥妙，甲7支的金灯台。7粒星就是7个教会的使者，7支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第2章第1节。你着写批，互伫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讲：正手踏7粒星，行伫7支金灯台中的，伊的话讲：我知你的所行，甲你的条磨、吞律。第1章，念誦的、聽見的、遵守的有福了。啟示錄第1章，耶穌基督的啟示，就是神賜給他，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。啟示錄第1章，本書是記載耶穌基督的啟示，上帝給他這啟示，要他把短期內必定發生的事指示給上帝的僕人們。基督差遣天使向他的僕人約翰顯示這些事，約翰就把所看見的告訴大家，為上帝的信息和耶穌基督所啟示的真理做見證。讀這本書的人多麼有福啊！聽見這預言並遵守書中所記載的人多麼有福啊！因為這一切事實現的日子快要到了。我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省的7個教會，願那位昔在、今在、將來永在的上帝，以及他寶座前的7個靈和那忠誠的見證者，首先從死裡復活，做地上諸王統治者的耶穌基督，賜恩典平安給你們。他愛我們，為我們犧牲流血，從罪中把我們釋放了出來，使我們成為祭司的國度，來侍奉他的父上帝。願榮耀和權能歸於耶穌基督，世世無窮。阿們。看哪，他駕着雲來了，每一個人都要看見他，連槍刺他的那些人也要看見他。他來的時候，地上萬民要為他悲傷痛哭，這事必然發生。阿們。
昔在、今在、将来永在的主，全能的上帝说：我是阿尔法，就是开始；是亚米迦，就是终结。我是约翰，你们的弟兄，我在耶稣里跟你们分担患难，一同忍耐，也要分享他的主权。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和耶稣所启示的真理，我曾被囚禁在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有一个主日，圣灵支配着我，我听见了一个大声音，好像吹号的响声，在我背后向我说：把你所看见的写下来，然后把这书卷寄给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迦摩、推雅推喇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嘉7个教会。我转身要看谁向我说话，我看见了7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，身上穿着垂到脚跟的长袍，胸前系着金带，他的头发像雪，也像羊毛一样的洁白，他的眼睛像火焰那样闪耀，他的脚像经过锻炼又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，他的声音仿佛大瀑布的响声，他右手拿着7颗星，口中吐出一把双刃锋利的剑，他的脸像正午的阳光。我一看见他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人一般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不要怕，我是开始，也是终结，我是永存者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活着，而且要永远活着。我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你要把所看见的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都写下来。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颗星和7个金灯台所象征的奥秘是这样的：7颗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启示录第2章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天使说：那位右手拿着7颗星，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这样说：我知道你所做的，你怎样辛勤工作，怎样忍耐，我也知道你不容忍坏人，曾考验过那些自称是使徒，而其实不是使徒的人，认出他们是假冒的。你有耐心，曾为我的缘故经历患难，从不退缩。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对我的爱心。你想一想，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？你要悔改，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。如果你不悔改，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。不过你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你跟我一样恨恶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至于那得胜的人，我要赐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：那位开始和终结、死而复活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，但事实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所毁谤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，而是撒旦的党羽。不要怕你将要遇到的苦难，看哪，魔鬼要考验你们，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进监狱，你们要受10天的苦难。你要忠心至死，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那得胜的人绝不会受第2次死亡的灾害。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天使说：那位有双刃利剑的这样说：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撒旦称王的地方，你对我忠诚，甚至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地盘被杀害时，你也没有放弃对我的信心。但是有些事我要责备你，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引诱巴勒，
教唆以色列人犯罪，吃祭过偶像的食物，又犯淫乱的行为。同样，你们当中有人随从了尼格拉派的教训，所以你要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马上就来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这些人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至于那得胜的人，我要赐下那隐藏着的玛纳，我也要给他一块白石头，上面写着新的名字，这名字除了接受的人，别人都不认得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喇教会的天使说，上帝的儿子，那位眼睛像火焰一样闪耀，脚像擦亮了的铜那样明亮的，这样说，我知道你所做的，我知道你的爱心、信心、侍奉和耐心，我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比先前还要多。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你容忍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女人耶洗必，她教唆并勾引我的仆人行淫，吃祭过偶像的食物。我曾经给她时间让她悔改，她却不肯离弃她的淫行。看吧，我要使她病倒在床上，那些跟她行淫的人，除非他们悔改，不再跟她行淫，我就要使他们跟他同受大苦难，我也要击杀跟从他的人。各教会就会知道我洞悉人的思想和意念，我要按照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报应你们。然而你们在推雅推喇其余的人没有跟从邪说，没有学习所谓撒旦的奥秘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会再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。但是你们要持守你们已经有了的，直到我来。至于那得胜能够继续遵行我命令到最后的人，我要赐给他权柄，跟我父亲所给我的一样。我要赐给他权柄来统治万国，用铁杖治理他们，像击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。我也要把诚心赐给得胜的人。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朵的都听吧。